有人逼讲，歌手陈升几多年前强迫一位查甫设计师啉酒，佮改性骚扰，受害者伫面册顶头公开了后，虽然对方有写批来甲回失礼，不过这过程是来来回回闪责任，处理方式互伊感觉真失望。即马代志逼出来啊，本地7月22日，陈升要伫咧天母的美如节来演唱，即马这个活动也随来打动。那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，针对性骚扰绝对袂当讨论。伫舞台顶搁唱搁跳，带动气氛。歌手陈升最近互女设计师控诉讲灌酒搁骗骚，受害者伫面册发文讲，2019年互陈升用言语咧性骚扰，甚至是一入门就互伊一直上。虽然讲伊已经收到回失礼的批，但是内容是改来改去，对代志的经过讲了无实在，处理方式互伊真失望。转接云信箱。嘟声后开始计费。实际上，靠互陈升的团队是卡袂通，但是陈升的经纪人用文字回讲，目前正在讨论，多谢关心。陈升讲入 MeToo 的争议，原本7月22日伊要参加2023天母的美如节的演出嘛话停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讲，对骗骚绝对是零容忍，商业处正式的调整演出的名单。艺人陈升是我们这个活动卡司的其中之一，而不是全部的一个就是由他来表演。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，我们会针对这一段呢会做一个调整，已经有预定的一些人选，那会在争取整个一个排程当中。新报道空乐队的陈升黄连玉，少年却是捲入骗骚的争议，客人歌王刘兆熙13嘛伫社群发声。宣布要退出客家世界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，原因就是主办单位要求伊唱3条新宝岛空乐队的歌，禁止伊唱家己的客人歌创作。汤市文化局讲，合唱歌的选择是包括真侪种语言的歌，绝对无即种去打压客人歌创作的代志。尊重节目制作单位对晚会整体节目的安排，也考量社会观感的问题。同时在调整曲目当中，那沟通过程没有办法同步，也没有办法整体的说明节目的安排所以造成了刘少熙老师的误会。对刘少熙的反应，活动的制作单位嘛澄清讲，真歹势，因为沟通的关系造成误会，团队嘛会继续向刘少熙来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